邵医生，你之前没觉得这么帅啊。你在干嘛？啊！你没事吧？哦，是你啊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你什么时候从我身上下来？嗯？地下很凉的。我发誓，我不是故意要吃你豆腐的。邵医生，你们。呀，你还是大众情人呀！你到底哪个科室的？我回答我问你话呢。其实我乔装打扮深入虎穴，我是特别来谢谢你帮我捡手机的。哎呀，我都饿死了，我一天都没有吃饭，就算现在给我一头牛，我都吃得下。这儿车很快，很危险的。你看啊，你们医院那么多你的粉丝，如果说我明目张胆进来的话，那肯定被爱慕你的那些小护士生扒活吞了呀。您冒着生命危险过来感谢我呀？你到底是谁？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是记者。你是来看严静静的。那你也不能，爬窗户呀！刚才掉下去，运气好会造成软组织挫伤，运气不好脊椎断裂、五脏破损，瘫一辈子了你就。行了，下次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，啊？出去吧。